嗨，大家好，我是探评叔。今天是2025年10月1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啊。中国经济网报道说富力地产又要甩卖一家万达系酒店。富力地产收购了73家万达系酒店，还剩20多家。富力地产又有核心资产被摆上拍卖台。据京东法拍，位于福建泉州市富力万达文华酒店将于11月3日迎来整栋拍卖，起拍价3.31亿元，缴4.73亿元市场参考价，折让约30%，就是打7折呗啊！这座占地1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78万平方米的24层建筑，曾是泉州高端酒店的标杆之一，如今却成为富力地产债务高压下的处置标的。8年前，富力地产以189.55亿元，也就是将近190亿元收购万达系73家城市酒店，一时风光无两。但8年间，剧情彻底反转。2022年6月，北京万达嘉华酒店以5.5亿元出售，缴收购成本，亏损653万元，成为富力地产抛售酒店的开端。后面是一系列的富力抛售万达广场酒店，最近一次是10月23日，宁德富力万达嘉华酒店将以56折二次法拍，起拍价2.78亿元。富力地产2024年年报显示，其仅剩下22家酒店资产。随着近期泉州、廊坊等地万达系酒店相继被拍卖，富力地产持有的酒店资产即将跌破20家。8年前这个富力和融创为了收购这个万达的酒店是大打出手因为刚刚都砸了但这都传言你想那个时候王老板卖万达酒店，很多人抢73家酒店190亿出手。我们再回头看看现在，王老板卖他的万达广场，那叫一个难，越卖他债越多，时过境迁，对吧？那个时候处置资产还有溢价，对吧？你是吊着卖。你看现在这个富力再把他手上这个万达酒店卖掉，打7折、打6折、打5折，就这么卖都卖不掉。此一时彼一时，那个时候是鲜花，对吧？是香饽饽，现在是弃之如敝履没人问，你打折都卖不掉，没人买没有办法。都以为王老板8年前，对吧，脱离虎口，哪知道他是前脚才出苦海后脚又入火坑。青花背大不如胆子大。当年抢购万达资产的融创、富力，对吧？双双暴雷。这个万达最近是流年不利正在艰难的处置资产，壮士断腕，断臂求生，对吧？甩卖资产，结果又被自己的兄弟给告了。万科不仅把万达告了，把王老板本人也告了。所以王老板这一下基本上可以说凉要不了多长时间王老板这个是失信被执行人，就会成为老赖。不出意外的话那就是意外。当然了，万科也好不了我今天在网上看了一个截图下面还盖着红章是深圳市国资委关于对地铁集团入股万科项目予以资本运作奖励的通知。我以前好像也看到过这个图这个图又出现了说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拟公司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成功受让华润、恒大所持万科 29.38% 股份，成为万科第1大股东，对资本市场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以及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标杆意义，有效推动了市属国资世界500强企业的零的突破。什么意思呢？万科那时候是500强企业是吧？然后这个深圳地铁成了万科的大股东之后，那就相当于深圳市属国资委下面的企业终于有了一家世界500强，大概这意思国资实现零的突破嘛。那当时是立功一件所以说经研究决定，对在该项目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拟公司，也就是深圳地铁董事长林茂德予以100万元资本运作奖励奖励资金由我委拨付国资委奖励给这个深圳地铁董事长林茂德100万。第二个，对在该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拟公司财务总监陈贤军，由拟公司纳入该项目团队，予以特殊贡献奖励。请拟公司按照
直管企业设立特殊贡献奖励审核指引等规定，合理确定该项目奖励分配方案，及时报我委备案。深圳国资委对当时入主万科的这个深圳地铁这主要领导进行奖励。那现在看呢，这个100万奖励会不会退回来？第二，甚至要追查，对吧？要问责啊。也就是说，你想啊，这个万科要是爆雷的话，那深圳地铁扔进去多少钱呢？对吧？直接投资就是股权投资，这个好几百万呢。然后他还借款，对吧？借款现在都280亿了，后面还有啊。这个一旦万科爆雷，那这个国资这么上千亿的这种亏损，难道没人负责吗？这个深圳国资委也是骑虎难下啊，放弃吧，那这个损失已经形成，要问责；不放弃吧，这后面窟窿越来越大，越掏越深呐。所以这个深圳地铁董事长那个叫什么辛杰我感觉他恐怕跟万科的事不大。因为他当初收购万科没他的名字嘛，然后他现在入主万科也才几个月，对不对？但是我始终认为首先一个万科这个前董事长王石，后面还有董事长就是郁亮，以及他们主要高管恐怕现在睡不好，焦虑压力大。然后深圳市国资委、深圳地铁，对吧？某些干部，甚至深圳市某些人现在也是焦虑失眠，睡不着我感觉这个盖子马上就要揭开了，因为这个万科的那个前 CEO 执行总裁吧，祝九胜九哥被抓。那九哥是整个的万科这么多年运作的，恐怕是一个纽带，一个核心，把这个抓手给抓住了，那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就他就全秃噜了整个万科运作的核心，我们把它简化一下，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大股东不管事。这明明是你的家产，对吧？你是大股东，他不管，然后就信任这个管理层。那管理层呢，那就有点像那个娃哈哈了，对吧？明明国资是大股东，然后由布协去管，那布协管那是半公开化的，对不对？把这个全部切到宏盛，对吧？切到他们家去了。那这个万科显然不像那个娃哈哈那么明显，它很隐蔽。当然了，我这么说不准确因为在深圳地铁入主之前，大股东是华润，也是国资，他也不管。但是人家华润好歹卖着了，对不对？人家是没吃亏，全身而退。要记住了对吧？这个截图上不说了吗？成功受让华润、恒大所持万科29%的股份吗？那华润人家是最高价跑了，所以你要赖他赖不着，人家这笔投资是赚的盆满钵满。那你这个深圳地铁的追责，那这管理层对吧？那不就是千方百计的富了方丈，穷了庙嘛，不就这意思吗？对吧？他们从中扒层皮嘛。所以说万科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这是后面肯定会牵出一串的人。这一串的人现在恐怕都睡不好心里有事对吧？也有可能都已经被控制了也就是边控想出国挺难的。我们再看一篇报道说10月13号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发布了2025年城市综合发展指数报告，北京排名第一，深圳排名第二，上海排名第三，而广州却排名第7，连杭州、济南、天津都排在它前面。该报告可以说是打破了北上广深的常规排名。确实这些年这个广州虽然一直是一线城市，但是它这个排名一直岌岌可危20年前广州是当之无愧的一线城市没人怀疑。很多人可能还不记得20年前的广州，甚至是对吧？就是2000年前的广州，那绝对的无论是这个文化、音乐、经济、外贸都是龙头因为我当年不是做旅游吗？做酒店还有机票、商务这些客人，我对这还比较了解的。我记得当时广州一个什么天鹅宾馆吧，广州好多宾馆，然后广州一到广交会，那个宾馆根本就订不到价格都翻好几倍。然后我就知道当时所有的什么音乐跟音乐相关的都在广州，后来才从广州挪到北京，就是音乐最早都在广州你那个时候搞音乐的人不在广州待着，那你基本上没前途那个时候对吧？打工都是去广州嘛。但是现在广州确实这个掉队了，虽然它排第7不一定有权威但是说现在在北上广深应该至少叫北上深广，说广州排最后了。然后这个苏州这个杭州对吧？苏州、成都都想把这个广州给它挤下来。
实际上这个从广州现在的房价就能看出来，对吧？作为一线城市，只有广州已经脱光了，这个楼市还是不行，对吧？房价还是在暴跌，不像北京、上海、深圳还有一丝神秘感，对吧？毕竟人家还有什么限购，所以现在看啊，广州这个楼市啊确实低迷，对吧？你像这个上海还有豪宅撑着门面，对吧？你像深圳、像北京，对吧？也有一些啊比较火的项目，但是这个广州这个房地产真的是这几年啊，说我今天看报道啊，说广州豪宅市场已经停滞了3-4个月。他文章最后说啊，总体来说，广州顶豪市场将迎来停滞，对吧？也就是继续还有停滞啊，这点连成都都比不上啊。咱们不说广州，说一说这个上海。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啊，上海亿元豪宅销售量持续领跑全国。上海楼盘一天卖出25套大平层。胡歌夫妇曾低调看房，演员胡歌在国庆假期携妻子去看房的楼盘，18日下午正式开盘，一下子卖出了25套价格1.3亿元的超豪华大平层，刷新了上海1.3亿以上大平层单盘销售记录。10月18日下午20时，位于上海市黄浦区恒富风貌区的大平层项目高福云境开始选房。该楼盘由万科和华州地产合作打造，本批次共推出125套大平层，面积在270平米至600平米之间，均价21万元每平米。选房环节开始后，面积最大的25套600平方米户型率先售罄，也就是越大的房子越好卖，这你不服是不行的啊！600平的房子先卖完，这些大平层单套总价全部超过1.3亿元，最贵的几套超过1.6亿元。高福云境于10月7日取得销售许可证，10月8日就有网友在楼盘偶遇演员胡歌，他戴着鸭舌帽和墨镜，颇为低调，考察了各种房源细节。那这个1.3亿的房子胡歌买得起，那说明他实力很强啊。因为其高端楼盘属性，购房者光是进行认购的门槛就相当高。楼盘销售公告显示，个人购房者需要事先缴纳760万元认购金，这韭菜买套房全款都要不了760万，人家这认购金啊先交纳上去760万。企业客户认购金更是高达1900万元。据上海易居研究院统计，2025年上半年，上海总价3000万元以上新房成交达到1096套，已连续2年突破1000套，显示出顶级豪宅购买力的强劲。要么说上海的新房价格一直在涨呢，你说这个均价21万元1平米的房子就这么秒光，而且600平的最好卖，说明什么？只能说明这个财富分化啊太严重了。经济越不好，那钱越向少数人集中啊，一边是海水啊，一边是火焰。同样是上海，我们再看一篇报道啊，这个是豪宅，对吧？新房1.3亿的房子秒光，一边却是呢这个韭菜的老破小，含泪忍痛打折甩卖。这是一个上海的业主发的帖子啊，说上海房子卖了，心情复杂，说昨晚收了定金，1周前还没决定是否卖房，只是略有考虑，家人就跟中介说了，然后3天房就被定了，买家甚至连房都没看，只看了下户型就定了，谈判也没怎么谈，我们还在蒙圈中，说1个小时不到就稀里糊涂的谈好了，老破小，位置好，还有学区，报价很低，就这么卖了。就是这个业主啊，把他的老破小给卖掉了，稀里糊涂的。他为什么这么快就成交呢？说明他价格低，挂了几天就成交了啊。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上海的这个确实，对吧？这成交量、这购买力啊，这二手房的这个热度啊，比其他地方还要火，因为毕竟他挂了几天就卖掉了嘛。问题是他这价格卖的怎么样呢？他说他这个房子是2020年买的，这5年啊硬亏25%，他这个老破小亏了25%，2020年买的。都说珍惜第一个出价的，但这也太快了，心在滴血。也就是他看了好多攻略啊，卖房啊要重视第一个出价的。如果你把第一个出价的得罪了，后面就等着吧，都没人来看房，也没人出价，要珍惜第一个出价的。所以说他们家打折打得狠，说因为他大额亏损，中介说我都没有说税，只需中介费，什么意思？也好像把他税给免了，税让买家担了，因为这看他亏得太多嘛。结果这个哥们啊后面说啥？说希望赶紧置换心仪的房子吧，也多降点，不然真平衡不了。什么意思啊？他把这个老破小卖掉，
是要换个大房子。他那个老破小已经赔了啊25%，他希望他那个大房子，他看中的大房子也降价，也多降一点，这样他心里好受一点，心理平衡呢。我倒是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把老破小卖了，忍痛割肉，对不对？那急着买房干啥呢？不如再等一等。那上海的外环外的房子也不好卖啊，价格也在跌。你只要不去买这30万一平的房子，你只要不买这个总价5000万以上的房子，但好像都在跌啊，并没有涨啊，涨的都是那些豪宅啊。这哥们儿才出虎口是吧？又入火坑，这看拦是拦不住了。人家说吃一堑长一智，对不对？所以要冷静对待上海的豪宅的热销，对吧？它已经脱离了普通住宅的这种概念，它可能是有钱人呐，一种财富配置，一种需求。有钱人不在乎这个房子到时候跌不跌，总之他的钱呢不能全搁在银行，对吧？更不能放在股市啊，因为他从股市割出来的，割韭菜割出来的，对吧？这些买房的很多恐怕都是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啊，或者有股票的，对吧？趁着现在指数牛市，好不容易把钱套出来，那他干啥呢？对吧？除了一部分啊润到日本，润到海外，但他也毕竟国内也要放一部分呢，人还在国内嘛，所以说买这种豪宅成了一种首选，对吧？他们不在乎这个豪宅到时候卖二手赔钱，这无所谓，因为他本来他也不是炒房。我们再看看啊，这个马冠元老师啊，他今天发了个视频，他说啊，房地产泡沫破灭，警惕下流社会。这个下流社会打了个引号啊，大家看视频。所以他认为日本社会从中流社会变成了一个下流社会。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不仅仅是日本社会会下流化，所有国家都会这样。日本著名的消费专家三浦展在20年前，就是2005年的时候，曾经写过一本畅销书，叫《下流社会》。他认为日本由于这个泡沫经济的破灭、房价的下跌、股市的缩水等等，导致日本社会从一个中产社会慢慢的变成了中下收入阶层，以及后来这个日本政府应对房地产泡沫危机方面的一系列的刺激性的政策，导致日本的贫富分化严重差距。所以他认为日本社会从中流社会变成了一个下流社会。那么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不仅仅是日本社会会下流化，所有国家都会这样。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这次中国房地产价格的这种下跌，房地产市场泡沫的这种破灭，最大的受害人是中国的中产。中产把自己70%的财富放在房子身上，现在房价普遍下跌30%，40%的比比皆是。那么一旦下跌30%、40%，等于这些中产的30%到40%财富没了。我曾经算过一个账啊，到今天为止，我们这一波房地产的下跌，老百姓的财富损失多少？已经超过160万亿。大家想想，我们的 GDP 才130多万亿，但是房地产就这几年的下跌，国民财富损失160万亿啊，160万亿等于什么呢？大批中产70%的财富出现了严重的缩水啊，出现了差不多一半的缩水，导致大量的中产慢慢的这个收入下降，有下流化的风险啊。所以我们说房地产的下跌绝对不会像有些人这样的啊，什么一经落万物生，这是非常愚蠢的想法，也是非常错误的想法。房地产的下跌的结果不是万物生，而是导致大家的财富啊，绝大多数人的财富缩水，绝大多数人从一个中等收入阶层滑向了低收入阶层。这也是我们这几年为什么消费不断的下滑的原因。为什么大家不敢消费？为什么经济慢慢的紧缩越来越厉害？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房地产的很快的这种下跌啊，导致大家财富的缩水。这个我们经常说啊，要避免重蹈日本覆辙。那其实我们需要避免重蹈的日本覆辙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房地产，我们怎么样来避免让大家的财富不要这么严重的缩水？中国社会不要从中流化变向下流化，这都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啊。所以我讲，在房地产市场上，情绪是最可怕的，那个简单化的思维是最可怕的啊，甚至莫名的仇恨是最可怕的啊。每个人都有房子，当房子缩水的时候，每个人的财富都会受到影响。中国老百姓绝大多数财富在房子身上啊，不像很多国家主要的财富是金融资产。这更意味着什么？如果房地产出现大幅度的调整，那么大量的人资产啊，甚至它的整体的社会收入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日本社会从中流化向下流化的发展
是我们需要警惕啊，也确实需要好好的去研究怎么样去避免的。最近这经济学家都喜欢拿日本说事，对吧？消失了30年。上午这个任泽平老师刚发完感慨，下午这个马光远呢就要警惕日本的这个下流社会。我觉得马光远老师他把这个房价下跌啊，还是搞反了，对吧？房价下跌应该是结果，不是原因。也没有谁啊好好的说，哎，房价应该打个折。我认同这个观点啊，因为大家都有房，你没有房，那你在老家可能有房，对吧？你在老家没房，那你爸肯定有房，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房价一跌，大家都受灾，都受害。只是你为什么没有觉得受害呢？因为你啊没有贷款，对吧？没有贷款，你那个房子它就是账面价值，账面价值你也不知道，对不对？你不会天天找人把我房子看一下值多少钱，所以你就没感觉，对吧？你的房子本来啊在你那个小县城或者在你老家值50万，现在就值20万了，你没感觉，对吧？你也住在里面，或者过年回去住一下，你没有感觉，你只要不还按揭贷款。所以很多人啊，这房价下跌对他来说没有直接的冲击，但实际上他账面资产确实缩水了，没毛病啊，对吧？因为毕竟我们70%的财产都在房子上面，感觉最惨的也就是那些，对吧？按揭贷款的、加了杠杆的、现在有失业的这些人面临直接冲击，所以他们就，对吧？切身的体会。这个我有时候在想啊，说房价跌掉了150万亿，跌掉了130万亿，到底什么跌了？我们仔细想一想啊，造成这个原因，对吧？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经常说啊，这个你买的房子3万1平米，那这3万里面至少有2万多啊是土地的价格，是不是这意思啊？也就是你建你那个房子，钢筋水泥里面装修只占30%，加上啊开发商为了盖你这房子，开发商还得赚点钱呢，开发商的融资成本，对吧？这都算里面，一共是占30%。也就是你那个房子啊，3万块钱，咱们这么算吧，3万块钱买的，2万是政府的土地价格啊，折合过去，政府拿走了，你那房子剩下的那些建筑物、那残值、那东西就值1万块1平米啊。好，现在房价跌到了1万，是什么东西跌了？你那个原来房子的1万块钱，顶多跌个折旧费嘛，你的钢筋水泥的价钱跌到8000，跌到8000啊，跌掉2000，那你现在房子只卖1万了，实际上是你的土地价款跌没了。大家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而你要把它当二手房卖掉，你本来你要像3万卖的话，实际上你那个建筑，对吧？你的钢筋水泥不值那个钱，是你带着那个土地款卖掉的，你琢磨琢磨吧。所以说我们老说房价跌了，是什么玩意跌了？你把房价分成2部分，一部分是土地的价格，一部分是你的盖房子，对吧？为了盖房子的借款，对吧？为了盖房子的装修、钢筋水泥，让你给工人还得工资啊，对吧？开发商还得赚个5%的利润呢，所以那整个的才1万块钱，2万是给政府卖地的收入，是这个逻辑吧？那现在我们老说房价跌，到底什么玩意跌了？是你的土地价款跌了，你现在这个土地你再卖不掉了，就是你看政府现在卖地卖不掉吗？是这逻辑吗？你地价便宜了，当然了，政府还要卖高价，那就是这个他就卖不动了，没人买，对吧？本来这块地啊，政府还要卖10个亿的，那开发商拿去之后，他盖房子，再加上他的开发成本，这个又得3万1平米，那你这房子根本就卖不掉。好了，如果你这个地，对吧，1个亿卖给开发商，那开发商加上开发成本，这房子就卖1万块，开发商还能赚点钱，这房子保证卖得了。所以你看看这中间这钱去哪儿了？房价下跌，谁最吃亏啊？不能说吃亏啊，谁影响最大？实际上这个涨跌，你的钢筋水泥变化不大啊，对吧？你那房子装修变化也不大。所以这些经济学家老说房价不能跌，好，房价不能跌，那无非说的不就是政府那一块不能少吗？啊，政府那块不能少，好了，政府也开始卖地，这个70%的钱又流到政府口袋。问题是这个钱去了之后他干了啥？浪费了，对吧？咱们说简单通俗一点，如果这个钱用来保障民生，用来这个，对吧，建立一个完善的养老体制养老机制，对吧，让韭菜放心啊，如果用来发展新的产业，也就是它没有浪费，那么新的产业也起来了，而事实上没有。所以这些经济学家老动不动就是吧，房价不能跌，对吧？房价不能跌是哪儿不能跌啊？是你这套机制玩不下去了，这个钱呢赚到政府口袋就没了，就浪费掉了，这么就像个抽血机一样的，抽不住了，这韭菜扛不住了，你再卖这么贵，韭菜买不起，没法再弄了，是不是这一套机制玩不下去嘛？实际上你把这想明白了啊，就这么点事。而这些经济学家表面上看啊，是为了韭菜的这个财富不能打折，对吧？韭菜不能变成什么什么的，名义上是这个，实际上他还是在维护政府那60%、70%的钱。如果你要是想发展房地产行业的话，你只需要，对吧，把地价再便宜，因为你这玩意儿是使用权，对吧？又不是土
土地的这个所有权，你知道吗？你现在住的房子那个土地是使用权啊，70年、80年，以后再给你延100年，那都是使用权，不是所有权，对吧？你使用权完全可以降啊，为什么不降啊？对吧？所以说我们买房子啊，你买房子的这个1平米3万块，你只有1万块买的是那个钢筋水泥、装修、人工工资、银行利息、财务成本，包括开发商的利润，2万块钱是土地使用权呢，那费用。所以说经济学家啊，把这块想明白，恐怕答案就有了。所以我在以前节目说了啊，房地产没有好坏，对吧？你把它当做一个国民财富分配也行。问题是你把这个钱搞去了，你干啥了？你变成了广场上的什么仿生树、仿生椰子树，你变成了老干部疗养中心，你变成了各种宏伟工程，你变成浪费，对吧？变成腐败分子、贪污分子的这个账户上的资金，你变成了开完菜地里面的这个地铁。所以我们也不要去唱空房地产，就攻击房地产。房地产它就是个工具，它是一个，我们平心而论啊，这几十年房地产发展还是不错的，因为你过去没房子住，对吧？人均住房面积1平米。你现在好歹是30平米，对吧？你过去我们都要租地下室住，现在好歹你不用住地下室了。过去一住地下室，那一下雨，地下室就都是水啊，拖起来都能飘起来。所以说房地产它本身啊，它是个中性的，那你看你怎么用嘛。我们都知道房价下跌不好，对吧？我们都有房子，财产都在缩水，但问题是房价下跌它是结果啊，那病根在哪儿？这个不搞明白，天天喊有什么用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啊，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